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有时阵新闻报道有的人卡袂着，就气性落地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这台做卡科合卡第8条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卡，本来意思是两块石头相撞的声，咱讲相卡。另外相卡嘛有冲突的意思，若是去相撞，咱就讲去卡着。另外未卡着，意思就是未懵着。像讲医生拢会提醒有咧食降血压药的人，葡萄柚就未卡着。另外，这个卡嘛有鸭头意思，像咱讲壳头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牵卡，这意思就是牵连；第二个词读做卡袂着，意思就是一个就安怎。像讲卡袂着就细细念，意思是讲一个人一个就一直念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时代教育囡仔嘛要注意，喜欢喜，喜欢喜，唔通甲两件无牵卡的代志牵拖做伙。卡袂着就一直骂，古来囡仔接骂袂听，接拍袂听，讲啥话囡仔拢无爱叫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卡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